北华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加文化局对顶个月开始小连续举办台语活动。这摆特别带囡仔来体验台自然，邀请老师教大家做正时行的车底球，而且哪算哪学台语。用台语小解食物的特性，利用水草、沙啊这些材料，大家 DIY 做出青提球盆栽，这是即马真实行的食物。透过艺术创作结合生活经验，带囡仔做伙体验，学生也学台语。因为趣味啊，所以囡仔就想要学啊。系啊。啊，伊转去拢会甲你讲台语。对啊，而且因有这种手作活动，安尼，阮某仔囝就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回忆。袂晓讲台语，足拍算的啊。就是，咱厝里大家拢讲华语啊，所以来遮看会用较侪机会会用讲台语。用迄个水草，搁有麻绳，搁有植物来做伙牵一个球共款的伊个造型啊。这摆做的青提球这款物件，台语应该安怎讲？台语老师讲，其实台语也未有统一的讲法，其实还有其他足侪用词也共款。真侪新时代的物件，新的思维，拢需要大家加讲、加讨论，透过物件的特征，讲出互大家会当理解的意思，甲台语的技术、新词也会当对着时代。比如讲，前几档就流行囡仔咧骑迄种卡背车，就是咱讲的滑步车。我感觉伊名就好啊，就好，因为伊就是用卡然后安尼爬咧嘛，所以伊家号做卡背车。伊是号到足到大，然后比如讲双麒麟，嘛有人家号做光雷啊兵，就是属伊的外形，亲像光雷啊风安尼。啊，只要有人开始讲，其他人就对咧讲。对，我感觉是创新事是一个足好的代志。透过趣味的台语活动，台语老师嘛带大家明白生活中才看到的事物，台语安怎讲，也是向语言生活化，互咱的母语更较活跳，更较有生命力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